今日帶大家睇澳豐天娛全新9棟樓王，今次真係限量，淨係得50席。好多人買樓最怕就係密度高、樓距窄、視野被擋，住得壓抑。但係今日呢個誠心半山樹區，容積率先低至1.5，真正嘅低密度賒闊住宅。今次加推嘅9棟，成個小區最中心、最尊貴嘅樓王單位。重點嚟啦，成個小區就得呢個9棟係有呢啲咁嘅單位，賣完就即刻封盤，想等下一批係冇嘅。樓王最大嘅優勢，超闊嘅樓間距，視野完全無遮擋，望住樓下嘅泳池，東南向望園林景觀，採光通風一流，10分鐘到中山站，50分鐘直達深圳前海，50分鐘到港珠澳大橋，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自助通勤都一流。港澳朋友過嚟更方便，過關返屋企一路順暢。呢個區位真係揾唔到第二個，生活配套完全成熟。星河 Coco City、遠洋大順商圈5至10分鐘車程，有小朋友嘅家庭最關心教育，3公里內全齡名校環繞，幼兒園到中學一步到位，家長慳時慳力。醫療配套都好重要，3甲醫院、博愛醫院、火炬開發區醫院都喺附近。買豪宅精裝絕對唔可以馬虎，澳豐天娛港澳精工標準國際1線品牌交付，廚房、衛浴、全屋家電大牌標配，唔使你花錢裝修，收樓即刻入住，慳時省心又慳錢，108項精工細節，用料紮實，工藝精細，冇套路冇減配，真正做到交付等於樣板間。而家買樓最驚就係發展商實力唔夠，爛尾裝修減配。澳豐天娛呢個實力開發商，雅居樂1級嘅物業，實景現樓，所見即所得。大開發商百強嘅物業，後續管理、保值、增值都有保障，買得放心，住得安心。誠心半山樹區豪宅，1.5低密度，闊樓距，無遮擋，港澳精工大牌精裝修，交通配套成熟，實力開發商雅居樂物業。今次樓王淨係得50席，想買中山豪宅，想揾低密度舒適嘅住宅，想兼顧自住加保值加港澳通勤，呢個盤真係唔可以錯過。想實地睇樓，要戶型圖，要詳細價格，直接私信我發俾你。